原本我啲影片都係得嗰幾百個 view 數嘅啫，我用啱咗一個方法，變咗我嘅影片持續喺幾千去到幾萬 view 數上面。而我就 IG 喺呢4年裏邊，我嘅粉絲數量一直都係徘徊喺2位數字，66個人嘅啫。我個 IG 係喺2022年6月嗰陣時去開戶嘅。咁喺呢4年裏邊咧，我上咗好多課程，包括一啲教你點樣去流量變現啊，去打造個人 IP 嘅課程啊。我係上咗好幾個課程，呢幾個課程咧都用咗我超過6位數字嘅學費嘅，但係個結果咧得出嚟都係得嗰66位粉絲。咁2026年咧，我就同自己講，我做一個好狠嘅目標，就係我要打造翻我嘅頻道，所以我重新梳理同埋整理我呢幾年做得唔好嘅地方。結果最後咧，俾我揾出一個方法，點樣係持續喺幾千去到幾萬 view 數上面。事先聲明，我係冇喺買粉絲同埋冇落廣告嘅情況之下，我就做到以上呢啲咁嘅效果啦。原本我啲影片咧都係得嗰幾百個 view 數嘅啫。後來我用啱咗一個方法嘅時候，我就變咗我嘅影片持續喺幾千去到幾萬 view 數上面，而我就只係用咗呢以下4個工具嘅組合。我純粹只係用咗 Crop、Gemini、剪映同埋 ManyChat。我叫 Gemini 幫我定位同埋圖片創作，叫 Crop 幫我創作未來10日要講嘅影片內容，跟住再用剪映幫我剪輯我全部嘅影片，再用 ManyChat 幫我自動回覆。之後我就做到以上呢啲咁嘅效果啦。如果你都好想知道我成個操作流程我究竟係點樣做嘅話，留言我將我所有嘅操作心法同埋工具連結都發晒俾你。